果然是一醉解千愁。早知道喝酒的感觉这么好，我早就把你约出来喝酒了。切，就你这小酒量啊，喝一点就成这样了。你看不起我是不是？好，今天晚上不醉不归，来，还不醉不归呢。有本事，咱们一会儿你跟我去酒吧。去就去。酒吧我还没去过，正好，今天晚上我就去看看酒吧到底长什么样。OK， 来，扫完杯中酒，转场去酒吧。看，我大，你喝。你怎么可能会比我的大呢？对呀，你看，我也是嘛，我比你大，我一比你大，喝吧。来，我陪你一个。给我来一杯长生不老的灵药。OK。什么是长生不老的灵药啊？要不我们也喝一杯？我这里可以。服务员，这里2杯长生不老灵药。这么晚了，去哪儿了也不接电话。妹夫，这么晚了你要去哪儿啊？对了，简溪这么晚了没回来，你知道她去哪儿了吗？他也没有跟我联系啊。哎，但是他这么大人了，又不会弄丢的。哎，妹夫，你别出去了，说不定他正在回来的路上呢。她可是你的表妹，这么晚不回来，你不担心她吗？
在酒吧？有一群流氓！过来！等着我，马上过来！来喝一个！哎呀，起来，起来，哎，起来一点！哎呦，哎呀，这个谁呀？我干的！我去！他们还敢动手！认真两位少爷，我是经理，我是这里经理，这真是误会。我是干嘛呀？交给你们了。西城，出什么事儿了？啊！奶奶，没什么事儿。啊，刚才锦溪去酒吧了，我刚把她接回来。她到酒吧去了？锦溪人呢？喝了点酒，在楼上睡了。喝酒了他？那你身上这些血是怎么回事啊？奶奶您别紧张，刚才跟别人打了一架，这血是别人身上的，不是我身上的。你打了一架？怎么还打架了呢？刚才出去的时候还好好的。就是啊，锦溪也是的，这么晚了，一个人跑去酒吧，这酒吧是女孩子应该去的地方吗？奶奶，你也别着急，你看，幸好今天妹夫没什么事儿，天又这么晚了，要不让他先回去休息，明天再说吧。是啊，奶奶，时候也不早了，你也早点休息。我得上楼去洗个澡了，晚安。这个贺锦溪，他到底想干什么呀？他，奶奶，你别生气了，你要注意身体啊！气死我了！奶奶，要不你先回去休息，明天再说，好不好？没想到这个顾西城这么在意苏妍希，还要浪费这么多时间。不如把心思花在老太太身上，也许这样比较容易一点。傻瓜，为什么要跑到那种地方去？今天还好是我及时赶到，要是下次你不在我身边，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儿呢。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喜欢浇花吗？我记得小的时候，我妈妈留给我唯一的印象，就是她浇花的声音。那个时候我们家里种了很多的花，我妈妈每天都会把所有的花浇一遍。但是突然有一天，一次车祸夺走了我爸爸妈妈的生命。当时我特别恨自己，我恨自己太渺小，没有能力保护我的亲人。所以我长大之后告诉自己，一定要变得强大，只有强大了，才能保护我的亲人。
后不要这样。